收视打败鬼怪的话题韩剧《天空之城》即将迈入大结局，最新一集收视不但再度以23.2%的亮眼成绩刷新南韩有线收视纪录，就连剧中主角使用的包厢式书桌都引起剧迷抢购，销量已激增10倍。南韩新人金惠允在最新神剧《天空之城》饰演一心考取首尔大医学系的高中生易瑞。他在剧中会把自己关进外形几似衣柜的自习包厢念书。随着这部剧的收视飙升，易瑞书桌也成为热搜商品。影片旁白只能容纳一个人的狭小空间，里面却有抽屉、台灯，还有按摩板。这个被称为易瑞书桌的自习包厢，会依照各房间量身打造，为学生设计专属的自习空间。设计者当初是考量高3女儿每天晚归而设计。自习包厢社长，我的女儿高3的时候，一定要待在 K 书中心超过12点才回家。有一天突然听到外面有尖叫声，直觉认为是女儿声音，我就光着脚跑出门。才发现有痴汉跟着他，我才问他不能在你房间念书吗？他说在房间无法专心念书。没想到这款书桌深受家长喜爱，就连实际使用的学生也大赞满意。使用者晚上不需要到自习室，就算客厅很吵，但在这里面都听不到。对于专心很有帮助。这个易瑞书桌近来也因为《天空之城》的热播，销量激增10倍。不过这款书桌价钱也不便宜，售价245万韩元，大约台币6.7万。还有人认为关进这个自习空间念书，应该会闷到喘不过气，引发网友热烈讨论，也再次见证《天空之城》的高人气。